世界万行代，拢伫台湾新简介。大家好，我是黄平神。咱讲到读册，会使讲是咱台湾人做父母、做家长上注重的代志。但是最近实在有太侪人读着册，愈读愈册。讲是少子化所来致使着学校无法度经营落去，敢是如此而已嘛？譬如讲，最近在苗栗大成高中已经要开学啊，而且注册费也交了。才知影讲学校要来倒店，这是毋是相当恶质的代志呢？而且5月份，还有台南伫首府大学突然间去用宣布着讲学校要来关店，研究生30几个人煞毋知要安怎。到目前为止，拢还无收煞，而且教育部在最近啊开始着退场条例的启动，要来开始着审查，而且要来公布着即个被辅导学校的即个名单。讲要来保障了学校受教，即个学生受教的权益，但是要偏离着将近50亿的来做基金，来做安置、做抽提，讲这是呢，咱纳税人的钱，要安怎来感动呢？咱来看最新的进展。来，咱来现场呢，来紹介到现場的來賓。首先頭一位呢，就是咱全國書校工會理事長游英輝游理事長。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第二位是咱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管理系碩士班2年的學生陳建良。各位咱電視台鄉親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是咱紀錄片的導演李慧仁李導演。大家好，我是李慧仁導演。第四位呢是来線頂呢來長期來關注到咱台灣高等教育的這個產業工會的這個研究員陳碧謙研究員。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咱首先呢就要來問着講吼，咱最近哦開始會注重看到這個代志，就是講哦苗栗有一個高中，突然間大家註冊費也立啊，結果學校講哦我無要開學。這種代志呢，唔是頭一擺，自咱現場就有一位，哦，已經5月1號開始吼，已經甲恁講本來要開始，咱請到這個建良來甲咱講，這件代志安怎發生？其實這擺拄好，離這個5月初的時陣，阮佇學校，阮校長有甲阮來宣布講，學校要準備來進行着大學部的停招，咱研究所的部分要繼續來營運落去。5月1號時陣，對。到5月17號的時陣，雄阮咧舉辦這個研討會，就校長離這個研討會前半點鐘就插入來講，有一件代志要來甲阮宣布。佇迄個宣布的過程中，伊就甲阮講，這場咱學校吼，到7月31號就要來甲停辦啊。咱就無要擱繼續經營啊！無刷落，阮就大家就開始緊張啊，開始問講校長，阮過來要安怎？阮要安怎辦？校長，你唔免煩惱，教育部會甲恁處理。教育部要安怎處理？唔知影。咱學校要退場，前2禮拜前講要擱繼續，2禮拜後你甲我講無愛經營啊！你要安怎辦？到有一個計劃性，目前攏我袂用誒。有啥物方法？阮要安怎辦？你問教育部，就安尼一句話就問教育部，教育部會甲恁處理，教育部會甲恁安打，你攏毋免煩惱。但是了啥物代志就攏毋知影。建良，你到遮吼，先等一下，我來問吼理事長，你敢有看過講這種情形啊？包括着導演，敢有過去有看到這種教學現場啊？看到這種情形，突然間校長來甲你講，咱無啊？就毋是講咱學校、咱國家去用佔領着吼，要來換啊！而且退場條例內面，敢有處理到這段？會當突然間來變案啊！變案這，這敢有這個條例內面有通處理這種代志？對，首府大學這個案例是有較罕啦，我是感覺這是上海的一個案例啦吼。一般的學校應該袂安尼做，用這種硬着陸的方式來處理學生吼。突然間宣布講我無愛辦啊！無愛招生啊！首府大學的問題是長久就一直有問題，但是教育部這方面伊無處理了真好啦吼。照你講，伊應該早就愛甲納入這個專案輔導的這個學校，
来甲伊辅导，互伊会当有一个时间慢慢啊改善也好，还是讲伊无法度办的时阵，会当慢慢啊。李处长，你的意思是讲，伊应该早就伫咧所谓的专案辅导的学校名单内面。对。但是事实上并无。并无，嘿，所以这后壁的原因是啥？这拢爱去研究、去探讨啦。是哪有遮尔办学已经查不出问题，学校无法度纳入这个专案辅导。而且我所知的吼，建良讲的，讲因休闲管理系甲什么保教系吼，两个系拢是招满的学生哦，32个学生吼。这我来问导演哦，你敢有看过这种遮咸的这个教学现场哦？讲安尼突然间宣布，而且佫招满，佫无要来处理，而且在退场条例内面拢无着描写着讲这种代志要安来处理。是无像遮咸啦，但是吼嘛有较咸，嘛有更较咸。比如讲，头2年前，迄当阵伫嘉义的稻江科大，伊迄当阵就是安尼啊，迄学期的中午吼，学校吼，当时就宣布讲吼，咱这学期结束了吼，咱学校就无爱办啊，伊嘛无这务哦，讲无爱办啊。哦，要内部通知，要走无消息。伊就对我公开就讲我无爱办啊。老师呢，阮全部嘛拢要互因之前，好，拢讲好啊，大家拢签好啊，就安尼个宣布，结果大家学生听到了后，大家开始哭，因为你知影，迄真侪学生吼，拢是，譬如讲，迄老师吼，私校的老师吼，拢是去花莲啦、台东啦，招来呢，硬招来呢。你即摆话讲无爱读就无爱读，真侪人为着要去进修，甲去共借钱来读。你即摆你讲你安尼学校无爱办啊，学生要安怎？老师到时阵拢嘛签落啊。其实这个部分吼，真正是迄当阵我有去采访这个新闻啦。真侪人都问讲，你为什么要安尼做？你明明学校都遐无负责啊，为什么无爱经营？你想无安等一年啊嘛？迄当阵吼，真侪人都会想讲吼，因为迄当阵教育部要弄一个退场条例，吼，甚至因要赶一个新的退场条例。出来进前，伊就要先甲你处理啦。处理了后，迄当初有记者就来问讲，恁即摆吼，这大学拢无爱办啊，你煞来办幼儿园，安尼敢袂差伤济？因为迄当阵你讲吼，如果我即摆学校无爱办对无，我这校产啥物卖掉了，我可能会使管好这个物件，我重新做社服的工课，我会使继续去管理遮的资产。所以大家就怀疑讲，其实伊就是要家己。倒手、正手拢是要落掉。所以导演，你这个问题我小等连的哦，我来请教着李处长吼，就关于着这个转型当中，佫有啥物奇奇怪怪的代志吼，咱小等吼，和这个李处长来回答。线顶吼，咱来问着这个陈碧谦吼，咱的研究员，像这个首府大学这个代志，除了这个退场条例内面所描写的。即马敢有啥物公权力，也有啥物法律吼，通好来处理这款代志无？局长，对，咱头段拄是咱一开始来时就看到迄大成高中的问题嘛，对吧？嘿，个咱你就咧嘛讲到迄个嘉义稻江管理的代志，但是咱教育部你的一向拢是十分的消极，我讲十分消极，意思是讲做侪代志其实根本就无需要等甲。私校退场条例，就是咱头拄讲到对退场的条例通过，还是伊的执法已经通过了，即摆开始检查，做侪代志依照咱古早已经的处理学校法、处理学校法，其实做侪代志都已经做啦。比如讲，我举例来讲，大成高中这案例，这属于违法的案例，我甲你讲，因为伊。突然宣布他没有要开始，学校经营不下去，然后整个学校只有3个老师，这个一定不可能是今天才知道的事情嘛。而且他今年还收进了45个新生进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学校根本的是甲最近才做出这个决定。谁怎规间学校会加剩3个教师老师，一定是做侪老师伫咧较早的已经领无薪水嘛。领无薪水，但咱即摆照即摆私立学校法的25条，其实教育部早咧已经会当做侪概率的处理。譬如讲，咱照25条的处理的话，教育部即摆当做啥物？教育部即摆当直接伫咧大成高中这个案例内底来
要求来撤换来派一个代理的校长过去处理上好的代志。第二件，也让因为大型高中的这个当属会甲校长会做出严重违法的相关的这样安尼对学生的受教的权利，甲老师的迄个等于是工作环境造成重大的困扰的这些相关的事宜的时候呢，他可以直接跟法院申请，这个董事会跟董事长甚至都可以让法院这边来裁定，可以直接根据私立学校法来进行撤换，来进行这样进场这是你的见解吼，我来请教李署长，你敢有同意这个进场所讲的，公权力会当一铲就甲处理落去？当然啦，较早的私立学校法都会当安尼处理啊。问题是咱的教育部无要处理啊，已经授权予教育部会当若办无好，要摆咱的学校，伊就会当甲伊命令停交停办啊。问题是咱的教育部拢真认真，对私立学校的经营者拢真伤过吼，拢讲包庇纵容吼。对经营者认真，就是对咱的学生真残忍嘛。是啊，你来讲看卖。恁这差不多应该有3个月的时间，恁做了什么努力？有什么进展无？阮一直拢咧拍拼一件代志来讲，因为你学校，你今仔日你学校甲大家收入来，你就有这个约束，就是大学部就是4档，研究所就是2档，你应该互阮甲这个学业甲修好完。伫这个过程中，学校向伊讲，我无爱办啊啦，咱就到7月31号。8月初，恁就家己想办法，教育部会甲你处理。安尼过程中，我提出一个唯一的要求，原校毕业啦。你要互大家吼，不管你今仔你会，我嘛赞成着教育部有即个退场的即个制度，嘿，但是你爱有一个时间，你唔通5月17号，阮咧上课，阮去学校咧上课，你甲阮一刀砍，甲阮讲，我无要办啊。所以我一直咧强调来讲，你要互阮会当原校毕业，互大家甲遮个合作啦，啥物种拢甲完成啦。既然你还佫有甲阮讲一个故事，讲你有真济，譬如讲因老母爱来甲你孝，讲因兜的囡仔即想要读大学，即马现主是9月1号，毋知要倒注册，这什么故事？即安尼讲好啊，就是讲，阮本身首府大学离即个台南市的麻豆区。伊算偏郊的所在，阮算专门开以北唯一的一间大学，所以讲你也一寡较经济状况歹的啦，还是讲一寡较艰苦人，伊就是当选择就近读尔，因为第一伊会当省厝税、厝租；第二伊可能爱搁做工课，爱搁帮厝人做事，有诶无诶。有诶伊来上课，伊爱对南西吼。我唔知讲南西有公车来甲麻豆啊，对南西，系啊，伊就是对南西对玉井安尼入来啊。我上无一点外钟。点外钟啊！我较知讲原来有即个公车，我嘛是因为安尼较知影。知讲我原来读一个读一个册，应该有3个啦吼。原来读一个册才艰苦着。了因咧士大人吼，因拢咧做事，爱来甲我孝啊，讲我唔知我免怎办，我毋捌读过，我上悬的教育到国中尔，安尼。阮囝，阮兜着安尼一直读欠长呢，都就是要读册尔。伊不管读了好，读了歹，上无阮家族有一个读大学安尼，伊就安尼甲我孝。我讲，我嘛最想要来帮忙的啊，但是我嘛毋知我要安怎甲伊帮忙。伊讲我去市区，去台南市，我来租厝，凊彩一个租厝8、9千，我嘛无迄个钱，一个月8、9千，我嘛无迄个钱，注册费啥物，就算讲啥物教育部甲你安排，讲甲你转学，对，迄嘛无法度像导演讲的，讲伊对花莲、对台东，甲你请来即个学生，伊嘛无法度安置呢。其实吼，咱看到真济学校要停办了吼，虽然讲吼有甲你媒合去倒位学校啦吼，但是会产生几个问题啦。譬如讲像迄个咱讲伫永达啦，迄当初要停办的时阵，有个人讲我甲你刷去倒，刷去高雄啦，台南迄个学校你读，但是拄啊像咱建良有讲着讲，真济人读拢是咧附近，你是啊，伊有当初伊读夜间部伊想要兼顾嘛。你是啊，拢爱甲做新呢？伊读夜间部，进修部安尼，结果你即摆要停，你甲去用去高雄、台南，你下班了后你哪会付啦？你拢无算喺家庭呢，所以真侪人安尼都无读啊，都无去啊。伊讲是你家己无爱读的啊。另外一个部分，我伫咧拍片的过程当中，譬如讲像伫咧咸水，
南荣科大啊，好，伊当初嘛是讲无爱办嘛，啊有一个毕业生，吼啊尾啊伊讲吼，因是原校毕业啦，原校毕业，但是尾啊学校无去了，伊本来是讲无想要读研究所，但是就讲哎夭寿。啊，另外我来去做新吼，迄学毕业证书摕出来，人讲啊，这间学校是啥物学校，咱毋捌看去啊，伊无法度，伊紧去读一个研究所，讲我要洗学历啦，吼。啊，另外一个部分是讲吼，伫咧像南荣科大为学生，吼，伊学校有甲美合到其他的，比如讲远东啦，还是倒位其他的学校安尼吼，迄学生其中可能霸凌，被霸凌，会霸凌，也有即种代志。迄老师有咧讲讲吼，恁吼。迄若毋是讲恁学校倒吼，恁哪有才调来读遮？恁迄啥物分数啦？大家拢是安尼呢，真侪即种状况，因家己拢毋敢讲呢。迄当阵我是讲要找因来，甲咱讲伊拄着啥物状况。伊讲无啊，我是上好紧吼毕业就好啦。所以你看，即个部分教育部还是讲学校底下宣布讲哦，我拢处理好啊。但是你毋知影讲，迄学生家己爱面对偌侪压力伫咧内底。所以这内面还佫真侪幼稚的代志吼。就像本来教育读册是一个美梦吼，变做一个噩梦啊！咱来讲哦，讲这件代志，有人一直讲啊，这就是咱哦台湾小资化。咱来看卖吼，这个小资化到底是安怎来？譬如讲今年大学吼，会计啊吼，讲吼14493人。他拄啊理事长也讲过，咱啊正常的研究也讲过，咱的生师比是27%。吼，就是讲吼，即个意思15000个学生内面，可能你无15000个学生，就是爱差不多有将近500个老师，吼，差不多500个老师无头路。500个老师是500个博士呢，500个博士无头路，即个对社会冲击其实是真大的。吼，所以呢，咱来讲，探讨讲到底真正是小资化如此利益吗？其实呢，咱也知影讲，啊，佫有呢，过去咱拢知影，咱要办私立学校吼，1本万利，吼，啊免扣税，吼，啊，佫有即个什么升学，咱请导演来讲者。我感觉吼，真侪人像咱即摆看到讲迄私校退场条例啊，还是讲吼私校法好啊啦吼。2016年迄当阵吼。拄啊合作有机会，要私校法足久毋捌修啊嘛，要修法了，但是甲嘛是失败。为虾米失败？咱拢知影讲，伫咧修私校法的时阵，真侪私校的董事会拢去游说啦，好去游说这立法委员讲啊，这卖当，迄条卖当安尼啦。迄私校法内底吼，你知影私立学校内底偌含呢？迄当时的会议记录会使免公开哦。咱咧股票上市贵公司的会议记录吼，董事会会议记录拢爱公开对无？啊，私校内底会使免公开，所以讲因要创啥你根本唔知，吼。啊，当初私校法就咧讲吼，咱要找一个叫做劳工董事，吼，因为老师嘛吼，教职员其实伊上了解伫咧迄个教育现场安尼，但是拢反对。伊讲吼，啊免啦，迄老师吼，伊家己是当事，啊同时伊甲是老师，吼安尼到时毋就咧管校长。啥物言论拢有个啦，啊，如果是安尼，咱一寡国营事业，毋是对啊，你安尼的讲法就是讲，其实私立学校这个体制，毋是简单的这个一般的学校如此而已，对，伊还个敢若是一个公共性存在。是因为咱拢知影讲私立学校吼，伊叫做捐资兴学，伊毋是投资兴学哦。但是真侪人吼，民间也是讲立法委员咧，感觉啊，私立应该点名呀。关注型学，我建良，你敢听有啥物叫做关注型学？唔知。唔知吼。理事长，你甲咱解释，啥物叫做关注型学？管就是讲管出来做公共事业嘛，公益嘛，吼。啊，这是欢喜感觉，我就是有一个热情，啊，我要办教育，啊，我就甲一笔钱管出来，土地管出来，咱做来办教育，但是这毋是投资型学啦。关注就是关出来，但是无收益的，袂当趁钱的啦。袂当趁钱的啦，袂当趁钱。你有趁钱，就爱放伫咧学校，囡仔的教育顶悬，你袂当啊，摕倒来放家己裤底啊。嘿，关注型学是袂使趁钱。袂当摕倒来家己裤底啊，嘿，一定是爱留咧做教育啊。咱线顶正上，咱这个正上，你敢有听到吼？咱私立校私校法。内面哦是关注型学，那照这个导演讲，即摆私校法内面还佫无透明呢，是毋是安尼？
教你讲啦，那教台湾咱处理好好法来进行，其实私立学校它其实就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每当因为经营处理好来趁钱嘛，啊，因为原因是共款。啊，但是咱家己私底下咱来讲，咱嘛知影，那经营好好一点仔一点利头拢无通谈的时阵啊，咱坦白讲啦，伫咧过去台湾这几波的这个等于是高教扩张的过程当中啊，嘛袂遮侪学校一直想要办，一直想要透过升格是啊，这就是啊无理顺的代志，是安怎叫啊资本家会来投资这个学校咧？对啊，所以本来咱讲上重要的差别就是，教育讲这业经应该讲捐资兴学，伊是关出来关这个资本啊来新学的等于是来设立这个学校来办的对啊，但是足多即摆咱看到学校之所以办袂到，之所以无想要继续办，是因为伊把这当做是一个投资啦。这是上大的差别。而且佫无扣税嘛，吼，应该是拢无扣税。政府佫真侪补助啊，政府佫真侪补助吼，啊，这到底这中间是要来预警吼？讲你这个经营啊，譬如讲头早导演有讲的，你会议也无公开，啊，会议记录也无去用看，哦，啊，也无一般这劳工董事来做这个透明化，所以学生当然嘛唔知啊。你邱建良到即摆也佫唔知找无人，唔知要安怎？哦，学校甲讲个教育部会处理，教育部到即马可能也真无用啦。哦，嘛毋是讲无爱甲你处理，就是真无用啦。但是现不现9月1号就开始啊，你到大家也要读册要安排，生活你即马要安怎？就放的。如果学校继续，咱就继续读；啊，学校也无，咱就无读安尼啊。边仔摸的就转。对啊，系啊。就变安尼。对啊。所以咱即马哦，这个退场机制到底是安怎？咱来看一下。你甲看吼。学生来源不足，这个105年到109年度，哦，这个国语吼，这个普通话华语叫做余处啦，吼，遗嘱就是啥意思？就是欠小啦，就欠钱吼，欠的。109年109年44间吼，44间欠差不多29亿7961万。无扣税情形之下，这种情形啊，讲是小资化所致数，但是毋是这个经营上，吼，还是讲这个学校在过去当中吼，太侪咱所不知的代志。好，咱过来看，这个学生吼一直下滑，小资化真明显，吼，所以到底吼，也有人讲啊，咧系哦，你这个几个系啊，你都要减啦，还是在整病啦，这个步数拢用过啦。这个步数拢用过啦，到目前为止呢，尤其呢5年以后会减到17万，减到17万人，哦，所以咱来看吼，这个退场条例甲私校法，咱他所讲的，你私立的高级中等以后的学校退场条例吼，即摆有甲高中啊拢啊放来内底吼。理事长你甲咱讲，这内面吼到底是啥物代志？延前了5档，本底是5年前就要推出，是啥物代志延前了5档？对，私立学校的这个退场条例吼，主其实是为104年到今啊，不止5档啦吼。教育部伫104年就释出讲这个大专的转型退场条例，迄阵有转型甲退场。但是经过遐尼侪档吼，到今已经6档啊啦吼，不止啊8档啦吼，才来实施啦吼。啊，这8档就是因为你要讲退场，这当时一定是已经抗议的嘛，已经抵制你嘛，无同意嘛，所以你要甲我的财产充公，我一定透过立法委员名义代表去游说嘛，去施压嘛，吼啊，所以咱签到遮久，到今政府才无法度，因为要退场的人实在太侪。办恶愈来愈差的人，实在愈来愈侪，是已经挡袂掉啊！民意的呼声已经挡袂掉，所以这个今年5月11号才实施这个退场条例嘛，是安尼。这内面吼，第21条还佫有充公呢。对，充公就是无好的学校，就是讲，就是停办了啊，你无法度去转型做其他的事业的时阵，就是充公嘛。哦，即摆的条例是安尼啊，所以就是讲当时的看到这个，伊当然嘛无同意。所以因遮久就是安尼，是毋是爱充公有真侪即个角力吼，利益冲突嘛，所以因到今仔日，但是因到今仔日，
就决定我要冲攻，吼，啊，就是照安尼来行，吼。啊，咱来看这个吼，私校法吼，讲过去私校法吼，名单未公布，即摆有进步，对，吼，讲咱拜二就来公布这名单，这名单若一公布了吼，学生囡仔还是家长一看到，应该就是会警觉，对。咱过去就无透明嘛。对。譬如讲建良，你迄阵是读首府大学的时候，你敢有去看过啥物资料讲，即间大学是有地雷有安怎？无咧，嘛唔知。迄当时拢唔知影。啊，那以导演你的看法，你的经验拍这个纪录片，因遮要去读这种学校的地雷学校的学生。敢有相当的自信，通去巡查去创啥的？即摆吼，如果吼教育部公布了，我感觉讲学校吼的老师啦，要招生就较困难啦。因为较早吼，像咱我拄来讲到迄个稻江啦吼，稻江因拢是人迄拢直接去高中去招生嘛。啊，伊当初问讲，啊，恁学校吼到时阵吼，应会安那袂像为学校拢无去，侬讲拍邓兴家讲无问题，绝对无可能，阮足好诶，阮咱嘛拢无欠钱安尼。啊，叫你看嘛是赶快优化倒就倒啊，所以这专辅学校拿出来了，我相信老师会招生会较困难啦。啊，学生要去读无，伊家己嘛会想一下，家长嘛会想一下，所以这嘛是一寡专辅学校因上惊的啦，因为到时阵咱一个吼，马上就无学生啦。咱相当然吼来讲啊，咱家己来去网络顶头查啦吼，有新闻啦，或者是网站顶头啦，讲有啥物财务头吼。我即个问题吼，小等吼线顶，咱单研究完我来问，咱来先来看一条新闻吼，就讲到咱即个整个哦，即个退场条例的审查的过程，咱来看觅。事后退场审议会连续2天快马加鞭，到7日中昼12点，审议认定4个学校列入专案辅导，台东技术学院甲高湾科大财务明显恶化，而且影响校务运作，欠薪水搁互人裁罚。中州科大甲台湾首府大学财务明显恶化，有袂当还钱的事实，也是严重影响校务正常营运。台首大是因为伫退场条例公告实施了后才辅导，改善期限2年，到113年5月31。另外3校是1年。他的财务是真的非常的恶化，他从今年6月开始就已经在支用他的社校基金了啊！我们知道社校基金是学校最后的保命钱了。事后工会指出，中州科大发现有间大外籍生变做学工案，互人下令停招，致使财务快速恶化。即马搁列做辅导，恐惊无法度脱离退场的命运。台首大是因为认为拖退财务，董事会无心办学，到尾停办应该是决定啊。今年5月呢，突然宣布要停招，然后引发学生、老师的抗争，像这样的一个案例，是私校退场的一个最坏的示范，退审会第3届会议指定发言人杨玉辉是讲，全府学校伫改善期前，拢有解除列管的机会，避免停招。毋过，假使财务持续恶化，学校确实会当家己申请停招。当你来跟部里面申请停招，我们后续董事全部改组，都是我们的公益董事，然后我们的基金就会颠覆了。退审会下晡召开第4届会议，通过明道大学、环球科技大学、河村技术学院列入专案辅导。整两个学校主要原因也是伫财务恶化，毋过河村110项年度已经停招，而且无伫期限内改善，下令这间学校伫退场条例施行后1年停办。河村是退场条例实施了后，第一间依照这个条例改善清算的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等下到现场啊，在线顶来稍等的，就是咱的进场啊，咱的陈研究员哦，别谦哦，你甲咱讲吼，关于这退场哦机制当中吼，除了后手安怎处理以外，譬如讲安怎预警啦，安怎专案辅导啦，停招停办啦，这到底吼有改善了？比较这个私校法有啥物进步吗？平心而论啦。咱即摆退场通过这个退场条例啊，有定总比无定较好，这点是事实啊。因为咱较早无定，虽然咱头拄讲依照私校法，咱譬如讲咱头拄讲几个举了几个例子嘛，他的名单不用公布，所以比如说如果进到专辅学校，在后来审查进入专案辅导学校里面，你看到这个学校进入专案辅导之后，你的家长跟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陈同学，他在还要再去这间学校就读的时候，他大概就会有一些警讯，
他自己要去考量说，他如果进了这个学校去念的话，有没有可能念到毕业？在这个专案辅导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预警机制。这个当然的确是一个进步，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工会也一直在提及，就是因为专案辅导，刚刚我们的图卡上面也有讲了，他因为私校退场条例，刚刚尤理事长也有讲，因为很多这个私校都反对，然后去找立法委员来进行游说，所以后来呢，他现在的制度还是变成是一个叫做双轨制。双轨制的意思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学校如果进入专案辅导了，那我们就走专案辅导这个私校退场条例的制度。但一部分的学校呢，如果还没有进入到专案辅导呢，他就自己可以依照原来过去的处理好坏，也让主攻自我了断的公开拍听。一种是自杀，一种是他杀的。当初会让自己做这个决定，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他发现他在下一个学期很有可能被列入专案辅导，就陈同学可以他给这首府大学，如果快要被列入专案辅导，学校也可以在还没有进到专案辅导之前的，还没有在审查之前，先自己宣布自我了断啊，吼。但是我对我来讲，我较注重吼，比如讲，咱嘛有4岁囡仔吼，若是会读册，就是感觉建良，你是这个3、4个月当中所处到的这个待遇吼，实在是让人唔甘嘛。就是读册囡仔一世人，就是一生就想讲处理，有甲你忙，结果学校也无甲你处理，啊教育部即马也无法度来甲你处理。这退场条例当中吼，学生囡仔的这个受教权啦，还是这个甚至是讲老师的劳动权啦吼，啊，这受教权我来请教理事长，啊，劳动权我来请教这个导演，那请理事长。对，这个退场条例当然，那伊规定讲伫停办的学校，若佫有学生，伊就爱家辅导安置到其他学校嘛。但是这会发生讲会损失嘛，吼，这就是讲损伤对囡仔来讲，你搁要甩去别位，当然对伊来讲，伊生活上、学习上，拢有真侪困难啦。但是教育部是考量到讲，你这间学校已经付袂出薪水啊，已经水电费拢无啊，啊你是免来去办学？囡仔伫这个环境，伊无法度好受到教育嘛，所以才国不是家长就爱强制去安置这个学生嘛，所以教育部是安尼考量啦。啊，但是这无法度，这一间学校，你要讲，伊就是无负责任嘛，才会产生着遮尔济的这个囡仔的受教权受到影响嘛。吼啊，所以就是讲，咱要去，你教育部发现讲，这个学校已经要出问题啊，就爱赶紧好啊，甲辅导，互伊安那好啊退场，毋通是首府大学安尼，吼，咱咧开餐厅共款。我今仔法庭，要法庭就停，袂使安尼做，一定是要有1档、2档、3档的准备的期间，互囡仔慢慢啊毕业了，啊才来法庭，安尼才有道理。我平常先讲吼，应该毋是辅导，应该是爱较强制性来处理，尤其像这种代志，你完全无头前先讲的这个，尤其吼内面还佫牵涉到老师的这个工作权。其实伫咧过去吼，真侪学校伊若无爱办的时阵吼，伫咧进前啦，要无爱办进前，拢会先出一项代志，薪水发袂出来。薪水发袂出来。你知影讲真侪人好不容易吼，读大学、读研究所、读硕士、读博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学校会使教册。啊，像比如讲，咱看到迄个永达好啊，真侪老师伫遐教，啊钱发袂出来，要安怎？无薪水，住伫研究室，你知无？住伫研究室内底呢。研究室来。啊，细汉久要安怎？啊，去朋友伊遐说一个啊，啊，就去住伫迄个遐，钱拢无领到啦。吼，啊，钱无领到，啊，这老师要安怎？啊，伊想讲，啊，我即马无地去啊。啊，听啊到学校真正吼，迄薪水真久拢无发出来的时阵，欠到足久的时阵，要安怎？嘛是啊等啊，继续教。啊，到最后学校无爱办啊，伊要安怎？要去找其他的学校，其实嘛无遐简单，因为咱总来讲少子化嘛。好啊，有才调的当然嘛有才调啦，啊，但是真正较济，比如讲年资较浅的老师，伊要安怎？有的人就去做田呐，吼，像迄永达迄代遐，我看到有的老师就真正去做田呐，啊，有的人去创啥，就拢无甲教册啊。所以有当初咱看到这，就感觉讲足艰苦的啦。
好不容易人拢安尼。建良，你听到这种故事，你无法艰苦啊！对啊，啊，甚至有的人走去中国，迄当阵中国想讲，哇，你无你去遐，结果我看到真济，我有朋友去，一年就转来，一年就转来，啊，伊在遐讲实在，伊嘛是无好啦，吼，伊甲你榨干了后，伊就甲你踢走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这个老师的管理要安怎？吼啊，甚至有的老师哦，伊嘛有家庭爱饲哦，去借钱，拢有，这种代志我听足济。哦，这还佫是老师为要维持家庭，像建良你已经是娶某生囝，还佫有处理，还佫有家己事业啦，吼。但是其他的学生呢，其他的同学呢，你有32个甲你同款的这个同学，因即摆的情况。其实真大家拢足惊吓啦，伊嘛毋知影讲到底未来会安怎，包括你讲像真教育部即个学校真宣布安尼了以后，其实规个学校的运作行政。伫迄个5月到6月底这段期间拢是停摆的，拢无咧叮当的。你去问啥物代志嘛，毋知，逐个人嘛是意兴阑珊，包括真个老师，逐个嘛是要教敢若袂教。系啊，有诶无啊，我着无咱2礼拜做伙上一摆课，还是咱安怎着有开始。影响真大吼。逐个人诶影响足大诶啦，啊，包括你讲迄咱新南向政策，咱诶国家诶即个政策，因迄。东南亚来甲咱遮咧读册，迄印尼诶吼，伊甲我讲，因甲我讲吼，因拢毋敢互厝里诶人知，因讲迄是足闹开诶代志啊。因诶，你讲你诶东涌内面还佫有印尼来的？马来西亚诶啊。马来西亚。系啊。哦，印尼诶。对啊。还佫有香港诶。啊嘛有新加坡诶啊，啊嘛有香港诶啊，印度诶拢有啊。啊因迄拢好呢。对啊，迄有话吼，伊真正是，伊像有一个是伫2016年吼，伊着咱的国家开始即个政策时，伊着来的啊。啊，伊读到研究所，伊拢一直留伫这间学校咧读册。伊帮咱做偌济国民的外交，帮咱做偌济代志。但是到伊甲我讲，伊对这国家足失望的。伊讲我互恁骗来嘛，我是互恁骗来嘛。因为南向政策吼。对啊，我来到遮了，你煞常甲我讲，因为学校无钱，因为安怎？我嘛是咧纳学费呢。我拢一直想讲啊，因这南向政策一定是有提补助啦，政府甲因无啦。原来到我尾也了解个，讲毋是安尼啦。因嘛是爱家己去做工课啦。啊，因嘛毋是讲来遮就是咧大喜讲话，拢讲啊，因咧大喜讲的安怎无啦？因真正就是拢照制度咧行。结果少钱读册，啊，住有够歹，迄看着迄宿舍，我讲真啊，有即个住即个所在。哎，无法度为着省钱啊！啊，我逐摆啊，看着我安尼买一人买一罐迄个红茶吼，好安尼欢喜甲，甲你感谢甲。你感觉啊？为什么因会当安尼这辛苦来甲遮读册，结果咱最后的对待是即个方式安尼啦？这我来请教理事长，像这咱所讲的，这已经毋是退场机制内面所描写的，这个退场机制进程，这种若是法律上。或者是讲即马紧急会当加处分，还是创啥物代志？这法律上有啥物物件通来处理？当然有啊，伫司法法内底本来就办学无好的，即个学校教育部会当处罚啦，会当甲伊停招啊，会当甲伊对校长啊，上歹就是迄个申请法院吼去改善伊的董事会啊，啊，但是我头先讲啊。教育部较消极啊！咱遐尼济学校办了无好，遐尼烂啊，遐尼济学店啊，伊无真正用政府的主管机关的角度去好好做处理啊。尤其你也看一个私立高中，像大成高中安尼，已经办甲老师拢走了啊，全部学生啊，伊个你要看到伊处理啥呢？拢无，这就是问题伫遮。政府无尽着责任啦，有法互你啊，你无去用。就是讲包庇纵容这个学店，吼，啊受害就是咱这学生啊。来，咱来请这个线顶吼，这个碧谦啊，在线顶，你就这个法律吼，这个面向，你来看讲大成高中也好，还是这个首府啊大学，现主时在法律上，吼，譬如讲，因若是自救会要聘请律师，吼，或者是讲要来先挽救着因家己的受教权。要安怎来处理？你的建议？
我刚刚这摆上大的问题是安尼啦，是不管到底现在适不适用于这个失效退场条例，或者是还是适用原来的失效法，咱头拄听到迄个陈东华讲的诉求，咱已经做清楚了嘛。其实伫咧正常伫咧道江伫咧咱家己的道江的管理学院内底，因的学生的诉求是做明确的。大部分的学生，你若会当互伊伫咧原校毕业，相信想要伫咧原校毕业的，因为伫咧会到这学校读的学生，伊当初会选这个学校、选这个系、选这个科系，其实伊拢有他背后考量的原因，可能跟他的交通有关系，可能跟他的所需要的这个专长、所需要的领域，甚至考的这个证照有关系。你今天教育部的态度不应该是说，哦，我若发生代志，我想到第一件代志就是头段咱看代志高中的代志，教无出来讲话，讲第一件代志，教无讲是讲啥物？讲伊协助学生辅导转学到其他学校去。啊，那有学校对啊，这个跟头段咱讲陈同学讲的，还是跟咱嘉义到江学生的迄个诉求是相违背的嘛？那我认为讲这部分其实应该是无光讲到底即摆咱是适用倒一个法律。教育部应该最优先考量的，其实是咱学生。我认为跟老师比起来，学生的权益其实相对更加的弱势啊。这部分我认为教育部是一定要这个拿出优先来处理，应该保障学生的相关权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那么另外呢，讲到这个退场机制内面吼，讲到会充公啦吼，啊，佮有3年，讲会偏头将近50亿啦。但啊，一般人来想讲，你这私立学校呢？啊，用我纳税人的钱50亿来甲恁救，吼。虽然讲内面条例有讲，啊，你爱刑外创啥，吼，啊，你会使转型，吼。啊，咱也有听到理事长，你的立场是希望讲，会当鼓励一般的私立学校，你若做袂落去，或者是讲你实在是经营无法度，你来当来转型，吼，做其他的机构，这个要安怎来监督咧？对，当然这有真大的争议啦吼。那咱看到遐尼侪私立学校，遐尼侪学店吼，办了无好，啊，佮要互伊去转型在办这文化、教育甲社会福利诶，即个事业嘛吼。大家拢会怀疑啊，恁倒学校都办袂好啊，你佮较早学店是，你佮有法度甲办好即个社会福利啊？是讲你要办长照，你敢袂去掏空这校产吗？哦，但是我是认为讲吼。心力重于防弊啦，毋是大家拢歹人啦吼。啊，这党事会嘛有热心公益的党事会，嘛有正派的办恶的党事会啦。啊，若讲吼，因为要防弊啊，讲吼，这拢家己充公，这社会实在是一个损失啦。因为即马这当咧欠长照嘛，即个社会福利吼，尤其咱真需要长照。你若讲愿意要去去投资资金落去做长照，我感觉家己鼓励啦吼。啊，莫家己一个就家己封杀吼，安尼对社会是有较好的帮助啦。是，这是理事长的看法吼。咱线顶咱必谦，你的看法咧？这转型过程当中，伊有要转去做啥？譬如讲，首府大学伊今仔若讲好，我吼建良啊，恁通好毕业了后，我要来转型做这个中教，你敢有信心？我感觉伫咧我听起来也是社会大众的迄个，若听起来基本上是无可能有太大的信心了。因为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就像刚刚一开始讲大成高中，或者是陈同学的这个首府大学，他既然在处理他原来既有的学生和老师，他的处理态度都是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结果我们今天还赋予他的董事会，可以把他让他轻易的去改办其他的相关的事业，这可能个包括刚刚年轻的这个办不下去之后，他就想要去办老年的长照的。我少年的都无咧办啊，那个办老的吼，意思是安尼。如果是我啦，我会很担心，我把我家里的老人送到本来可能已经学校那个办不下去，收不到学生了，就跟学生这个挥手说，我们这个就此分别吧，不用这个你不用再来学校。那如果老年长照他办到一半，他这个收进来的老人不够多，或者他这个收支不平衡的话，他会不会也跟老人双手一摊说，那你去找下一间长照吧？然后这时候政府又要再出来善后一次，再讲说，好了，我们帮忙协助你看找看附近有没有。进场啊，如果那是态度较好的学校咧，譬如讲
那导演你嘛采访的过程当中，你嘛有拄着讲态度处理方式较幼稚、较好的学校，伊若要转型，你会感觉呢？真歹势咧，我采访的时阵拢无拄着较好的学校呢，大家状况拢真歹啦。啊，因为你处理的过程当中吼，真侪，迄像譬如讲吼，老师若欠薪迄吼，也真可怜的，先减薪再欠薪嘛吼。先减薪搁欠薪，反正你减薪完之后，你就大概有预感，可能就欠薪完，这个学校就要倒啊，大概是安尼啦。啊，但是迄学校，迄老师和学校吼要讨钱的过程当中，老师会分裂哦。老师还会分裂哦，因为当时会下去开始哪家好是变2排3排安尼哦，原本是真好的同事尾啊开始大家拢安尼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甚至讲为当阵吼，其他的学校拢开始鼓舞讲，你带偌济学生入来啦，啊你带入来的时阵吼，我互你一个专案的教师，安尼，啊所以你看到真侪学校为老师就开始赶几十个学生去倒一个学校，赶几个学生去倒一个学校安尼啦，就是安尼。但是讲到对你。譬如讲南洋技术学院，吼，看起来咱新闻看起来应该是态度良善啦，吼，也无欠钱，啊，好善啊，讲要关吼，这个地方的政府，吼，伊若讲，咱讲，譬如讲啦，伊若讲伊要来办这个庄脚，你感觉这好啊歹？我感觉吼，其实是，你若真正有心，我感觉是伊会办的好势。啊，你来讲，咱都讲南洋技术学院，伊迄拢也好好的时阵，伊处理完，吼啊，伊是讲我可能无才调，嘛无迄个心思嘛，无迄个能力来办学啊，我甲关出去，吼啊，伊若真正安尼想，伊嘛可能无想要甲做其他的社服行业啊啦。啊对啊，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假设性的问题啦，伊若是安尼想，伊早就袂安尼啦，吼，应该是也如此啦。但是上后一个我要问的讲吼，咱这个50亿当中吼，要安怎呢？看起来，因为那即马刷落来，唔那是公布名单，互恁学生囡仔通好看到，家长通好看到，哦，这唔是地雷学校，哦，我不爱比这个学校较早毕业，如此而已。咱后手还佫有咱人民的公平正义的代志。这个过程，除了立法院通好监督以外，还佫有啥物监督机制通好来做呢？李处长。这个50亿吼，当然有一个委员会咧监督啦吼。但这50亿唔是要去救学校，这是一个善后的基金啦。吼，主要是要去补助像那首府的学生爱去转学，伊去补助讲伊的交通费、读册费吼，宿舍费安尼。啊，佮要做垫付，就是讲学校若有欠薪啦，吼欠退休金啦、保险金啦，伊就爱用这个先去垫付，吼。互即个教职员有生活费嘛？哦学校若退场清算了，才献互即个退场基金。所以这是一个善后的基金，那是迄个咱若人过身吼，拢要有一个丧葬费安尼，好啊处理即个后事啦，毋是要去救即个学校，毋是要救即个，嘿，毋是要救学校。所以咱有一个委员会，教育部这就是伊有一个机制吼，要安怎用这教育部爱去审查去同意啊吼。咱来看到这吼，这流程就是安尼写啦吼，讲吼，移境学校啊，专案辅导啊，进行着财务查核吼，会提供咨询辅导，或者是维护学生受教权益的减罚吼，这是应该是这个名单开始哦吼，啊，2年以来有通好改善啊，无改善下年度就给你停交哦，啊，学年结束了后来停班哦，就是1年以来。来给你停班吼啊！但是咱改革团体吼有讲3大问题啦，这尽量要注意哦。吼，学生无法度原校毕业，吼，强迫转学，哦，变做变态失学，哦，变相失学。第二个就是教职员大量失业，吼，无通好安置，还佫欠薪，导演讲，这拢是10几年以来这个经验嘛，吼，还佫有退场有理可图啦。当时趁机会进行着窃据校产，这我就要问咱线顶的这个晋啥毕检研究员，这第3项，你感觉有啥物机制通好来这个？除了发新闻甲一直甲质疑以外，通常咱发新闻咱做记者尤其有费钱，咱拢做记者做20-30年，
一旦发新闻出来，已经拢代志已经发生，人拢已经刣死啊。像建良安尼发生啊，要做自救会，拢无法度来挽救啊！吼，咱来请这个碧谦，你看这第三项，这如何来防治呢？是那个我们一般社会大众，我觉得包括这个我们过去以前都有一个可能无啥正确的观念，就是因为咱头段一开始咱就已经一开始咱就已经接受讲足侪学校，伊其实办他伊是为着要趁钱，毋是真正是捐资心血嘛。所以咱会认为讲，连是学校的财产是属于董事会的，其实毋是。这个根据每一个学校，你去看伊的捐助章程内底啊，伊迄基本上管出来校产啊、校地啊，还是地上建物啊，基本上是属于公共的，是属于社会大众。对，这个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跟所有的这个非营利机构都是一样，医院也是，今天也是一样。医院今天如果经营不下去的话，也不是说那些财产是可以把它拍卖掉，然后由董事会来分这些财产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如果能够先厘清的话，那我们大概才可以来谈说，那到底为什么我们会主张说？这个在这个退场的过程当中，李强逃到我嘛同意那个尤理事长讲的一部分，其实那个50亿基本上并不是单纯的简单的发出去而已，它其实只是一个垫付的概念而已。那垫付概念，比如说这个学校它有欠老师薪水，它有欠职员薪水，它辅导学生去这个转到其他学校去，它要支付这些钱，大家没有这些钱了，没有现金了怎么办？先用这些东西来垫付。那垫付之后，怎么样能够确保这些钱？最后还有可以清偿呢？也是属于的，写好建好会当解散清算嘛。建好呢进入解散清算，这好校产最后可以回到公共，安尼是部分我刚刚在做亏本的生意嘛。上简单的道理就是基本上就是安尼。是，上尾我要请这个导演来跟咱讲吼，这当初时所有咱台湾开始做私立学校，你摕到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吼真正趣味啊，就是当来解说讲吼。真济私人办学，伊的心态是如此这般吼。而且咱看到我迄当时拍片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南部某一间大学啦，吼，这是伊的决书，吼，咱看到这个是决书，吼，这决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契约书啦，就是讲这间大学呢是两个家族，吼，两个家族，做伙来开，内底有写哦，伊讲吼，这吼。所有一切的权利跟义务跟利益，由我们两家互相平等负担及享受。好，享受啦，意思是讲吼，咱有趁钱，咱两家做伙分来享受安尼。另外一个部分吼，就是你看到上尾才有一条，你讲吼，这吼咱两家啦吼，代表人这个董事吼，其地位得以。继承世袭，继承甲世袭，系啊，就是讲吼，老爸来死去了后，囡仔会使接就对啦，有不断的继承下去，所以咱就讲，拄啊博谦嘛有讲啦，讲这是其实是一个公益性质的。你当初你要捐资心血要起这间学校，不管是大学还是高中，迄当初是讲，我有一个信念。我希望讲吼，遮个人吼有法度足方便的会使读册安尼，这是我经营有成，我要回馈社会。你是捐资捐出去呢？所以迄当阵政府呢协助你摕到土地，一平可能200块。你袂使讲因为20-30年了后，200块变做20万，即摆我无爱办我想要甲卖去咧我个落地下内底，这讲袂过啦，毋是安尼啦。就咱看到咱基金会。你即摆来设一个基金会，基金会要停了后，歹势1000万还是2000万？充公，你讲袂使讲1000，我甲你去落地下袂使咩？学校嘛是同款的道理，吼，所以咱看到第3条内底是安尼，吼，这毋是你董事会清算完之后，家己会使分呢，毋是安尼。所以吼，咱今日这节目吼，上主要爱跟大家讲，学校是一个公共性，是公益性。尤其学生，咱看到吼，像建良安尼学生，或者是建良其他的同窗，咧受到因为学校的这个自作主端，所以呢，来失去到受教权，而且人生的产生真侪变动，
以后啊，佫爱变动啊，佫唔知。所以呢，这拢是致使着吼，咱即摆爱面对着即个问题，变做人民的强业啦。吼，但是讲到底呢，现在过去的遮侪大学会来成立。上后尾啊，我想讲吼，这是咱台湾吼，而且是咱整个即个东方社会内面的士大夫的观念嘛。大家吼一定要爱读册，但是我像建良来讲，伊毋是为着，伊是要圆伊人生的一个面貌，一个梦啊吼。但是伊嘛想讲，我要来做一个吼有专业的人，吼，咱来请吼理事长啊，咱每一个人来讲一下，即以后咱面对咱下一代，要安怎来看这个大学这个代志？大家若愿意去大学读册，这是一个好代志啊。就是讲政府有这个责任吼，来保障讲大家有真好的受学的教育的品质嘛。哦啊，办不好的学校就管伊甲退去。哦，剩落来大家。